再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竞选总干事前民党馆长潘明安，和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指控讲，高师大成人教育研究所的论文是抄的，比例阁超过一半。潘明安嘛随回应，伊是强调讲，伊的论文有原创性，绝对毋是抄的。另外，民进党的屏东立委参选人柯典维，互人检举讲减报政治现金，昨宣布退选。民进党前客家事务部主任蒋介安，和代代退销论文了后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初一开记者会指控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明安，高师大成人教育研究所论文涉嫌抄袭，根据比对抄袭比率高达54%，各刊写玉山国家公园网站，内文全部拢无引注，拿很多的网站，还有一些其他学校的论文，一些文稿来做拼接。王宏维表示，潘明安的论文就亲像倒接的铺啊同款。面对指控，潘明安也用3点回应，强调论文有原创性，经过系统比对，同款的比率比13%较低，符合规范，绝对尊重学论会审查结果，绝对无抄袭的记录。第二，呼吁政治力不要介入校园，凌驾学术独立自由。民进党不止继续出现学论风波。被俄罗潘明安接班人的民进党屏东立委参选人柯典维，因为进前传出互人检举逮捕政治现金，甲违反政府采购法，检方审问了后，有令20万块交保。柯典维伫7月31日暗时宣布退选，讲要捍卫家己的清白。我是要去用更多的心力去证明我的清白。那我也希望说司法赶快来厘清，还我清白。我一生坦荡荡。暗过自宣布退选，柯典维服务处暗时竟然放炮啊，互伊马上报警处理。即马民进党屏南立委选情也出现变数，屏东县长周春美点名立委曾水雄、农业部部长陈吉仲拢是人选之一。这个我上次已经担任过一次救火队了哦，那我会觉得是不是更没有包袱的人下去全力拼战？那这个对可能比较好。曾水雄一报表示，民进党是表示尊重当事人的决定，选区后续定照提名代志，交由控制处大选提名策略小组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